Hello，姐姐你到啊！好啊，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Norfitria，我話結咗婚未啊？結咗有冇小朋友啊？有兩個仔，大仔都18歲，跟住細仔都5歲，好啊好啊，喺香港幾多年啊，姐姐？差唔多10年咯。10年好啊，10年照顧老人家喎，係啊，分分鐘都係係啊，以前都4年都照顧老人家，一個公公喺阿邊邊嗰度做。阿伯癲，好啊好啊，照顧90幾歲，公公婆婆健唔健康㗎？健康冇啊？堅行有冇啲需要坐輪椅啊嗰啲？你識唔識操作啊個輪椅？有有，識嘅，咁可唔可以同公公婆婆去醫院覆診啊、散步啊、做下運動咁？好係咯，可以，好啊。有冇試過同可以公公婆婆按下摩啊？有有，好啊。有，好啊，有冇同公公婆婆量下血壓咁樣？識唔識啊？呢啲寫好叻姐姐。好，咁你係咪平時咪自己去買餸啊？我係我自己都係送。好啊，你識煮啲咩餸講俾我聽下？我好簡單啊，買餸都好簡單，炒嗰啲咩啊，雞肉同埋嗰啲白咩啊雲耳，咦，我好叻喎！跟住咧分啲炒蛋，跟住咧整嗰啲咩啊肉餅肉餅，哦，識唔識煲湯啊？簡單啊，都識煲嗬。食好啊。食煲湯都食，一日都食。好啊！如果僱主咧間中冇星期日，你放好多人翻嚟食飯，叫你調下假得唔得啊？得好啊，好啊，如果公公婆婆話冇房喎，或者 share room，你可唔可以啊？可以咯，可以，好，可以嗯，可誒、以，好啊，咁你嚟香港做嘢咩原因啊？點解仲想喺香港做嘢嘅？搵錢搵多啲你屋企錢，人好啊，好啊，唔該晒你，thank you，多謝晒。唔使，拜拜。